由中山出發，經錦州南昌，目的地南京，回程經黃山吉安，回中山。9點半出發，全程高速。請注意經過橫峰區，前方300米靠右行駛，到達收費站。到酒店快5點了，今天沒有節目。看風景，看夜景。9點15分出發，天朗氣清，一路暢通。到達收費站，注意減速。150蚊8毫。到達江西南昌，限速60。我聽個名都搞死圖。向右前方行駛。到達酒店，前方行駛。先吃個下午茶。酒店房間，打車到萬壽宮步行街。好熱鬧，打個卡。真的很多人。弟弟，今日食江西菜，味道不錯。求個姻緣，回酒店。酒店裝修不錯。今天差不多了，明天出發去南京。